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美食的卖场好事多，甲日本的连锁商店唐吉诃德，拢查出有日本的草鱼残留农药。过去日本有不少的草鱼来违规，拢是因为使用农药无合格。讲经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申请，卫福部食药署来宣布，要来开放着佛尼胺甲克凡派这两款的农药。就是讲打来日本的草鱼若残留着这两种的农药，就无算违规。上紧7月份要开始来实施。也毋过这是引发着苗栗种草鱼的农民的不满，讲真担心国内的草鱼会受到日本草鱼的冲击。苗栗大湖种草鱼的农药滴满草鱼，即马真烦恼讲国内草鱼会受到日本草鱼的影响。担心一旦这两支药开放进来的话，有没有哈？那将来台湾的草莓季上市的时候，那同时日本的草莓也这么多进来的话，当然一定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。像这两支药还是不得，就是没有办法让国人来使用。日本进口的草鱼本来袂使验出福尼胺甲克凡派两种农药啊，后来有几摆无合格。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一直申请，食药署经过专家会议后，会阁开放。若残留量2礼拜来会预告。经由一定程序的评估，所以不是叫放宽，这个是我们在制定一个农药的残留量。有时候会因为我们自己在台湾没有使用这个农药，所以有一些国家他们有产品会输入到台湾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依照一定的程序来申请。因为唐吉诃德、好事多也有其他业者进口日本草鱼，被验出有克凡派甲福尼胺这两款农药在台湾拢被禁用。60公斤的成人，他如果一天吃到1.8毫克的克凡派，就会达到上限。他一天吃到4.2毫克的福尼胺，就会达到上限。也不是说挨打哦，我们应该也要有相关的策略哦，去检讨一下日本这边，我们需要他做一些调整哦，来互相来得到一个平衡利益的平衡。日本用克凡派这款农药啊，在草鱼的用运量是5 ppm， 咱国人的健康甲国际贸易免得平衡，这考验到政府的智慧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